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做伙来吟圣诗145首，我的救主降生伯利恒城。以西结书，咱昨已经看了对33章开始到39章，连续7章，上帝通过以西结来先知，要互以色列人因这个国家灭亡了后，也有5万。所以上帝也来讲起着最后，虽望有遮个外族人来围攻伊，来攻打伊，做是上帝的这个最后的审判，要用高洁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王，甲伊的军队来做代表，最后拢要完全的失败。上帝也要来完全互伊的百姓，搁一摆来安居乐业。今日咱要对40章开始到以西结书这本的落尾48章，剩下的9章，也是以西结书最后第5个部分，就是上帝要等到将来圣殿甲应允的所在。伫这段的中间，咱看去40章到43章，第20是咧讲到有关新的圣殿伊设做异象，包括今日咱会看到1节到4节，是一个事言，就是这个异象安怎来看到起这个城，然后5节到27节是要看到这个新的圣殿的外院，然后28节到47节是这个新的圣殿的内院，然后
48节到41章要26节是咧讲到即个新的圣殿伊的本体生做啥物形，所以咱看到即个圣殿甲伊的即个内殿的即个模样所以这是先知以西结伊所领受的异象。咱做伙来看今日即段的圣经节40章第1节。阮受放逐的第25年，就是耶路撒冷沦陷的第14年正月初10，上主的气力充满我，甲我带去以色列地。伫异象中，上主甲我下伫以色列地的一座极悬的山，山的南边若亲像一座城。伊带我去遐，我看见一个人，伊的形状亲像虫发光，手提麻索甲罗得的牛笑。徛伫门口，伊对我讲：“恁主啊，我甲你吩咐的，你着详细看，注意听，搁记伫心内，因为这是我带你来遮的目的。你着将所看见的一切，拢甲以色列人讲。”一开始讲到一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就是狩猎的第25年。咱这是伫规本的以西结书内底拢总有13遍，来提到这个年代，什么狩猎的第几年，这40章这是最后一遍，就是第13遍，这个时间点就是因狩猎的第25档，所以照时间来看，就是主前的572年，也是这个以西结先知差不多50岁左右啊。先知这个以西结伊是这个祭司的家族，祭司的后代。伊照理讲25岁开始，就要开始伫圣殿来服侍，30岁就是正式的，然后做20年，50岁退休啊。所以伊狩猎的第5年到狩猎的第25年，拢看到异象，拄拄20档。所以意思讲，对于30岁到即满50岁，咱所看以西结书头前1章到即满40章，已经经过前后经过20年中间所发生这个代志。那表示讲以西结已经狩猎遮久啊，出来遮久啊，伊根本就拢无机会转去来做这些工作，因为因伫耶路撒冷的圣殿已经叫巴比伦王来拆毁啊，拢已经毁坏，拢害了去啊。伊看起来无永望无前途，但是上帝搁一摆带伊来到伫即个耶路撒冷的圣殿的异象，甲伊带到迄个所在。伫第8章的时阵，咱有看见即个上帝伊将先知以西结带到即个耶路撒冷的异象，然后对第8章就是上帝爱伊伫迄个所在看预言看这异象，然后转去甲这个巴比伦加巴勒河边这个狩猎以色列人讲，爱互因有永望，互因有前途。然后伫这个一摆转来到耶路撒冷圣殿，毋是真正人教，但是是上帝神甲伊带到迄个所在，也是圣经和合本所讲耶和华的手换伫伊的身上，甲伊带到迄个所在。伊即回过一摆来阵，伊看见有一个人。面貌亲像虫，手提麻索，甲即个芦苇的即个笑，然后徛伫门口。即个人，对40章开始，一直到最后48章开始，拢是即个人在做先知的即个导览，还是做伊的即个解说员，一直伫伊的身躯边甲伊陪啊。即个人到底是啥物人呢？这虽然拢无看到伊啥物名，也是生做啥物形，但是伫遮有一个提醒讲，伊的面看起来亲像虫所以这个人就是会当看，就是伫但以理书第10章第6节，这个甲先知但以理来启示的这个这个异象，这个人，穿四麻衣，这是但以理看到，衫穿这个幼麻布，腰下顺紧的腰带，伊的身体亲像鸡鸭，伊的面亲像死呐，伊的目睭亲像火，伊的手甲伊的骹亲像明亮的灯，讲话亲像众人大声讲话的声，这是但以理所看到，这是但以理书第10章第6节，搁伫启示录的第1章15节，启示录一开始第1章约翰所看见的嘛有一个人子这个人子呢伊是对规身躯穿这个垂到骹的这个长袍，伊的腰毛下一个金带，伊的头鬃甲头毛
头壳拢是白，亲像油门遐白，佮亲像细，伊诶目睭亲像火，伊诶双骹亲像光亮诶铜，讲话嘛亲像大水诶声，所以即个意象呢，佮我拄仔甲单义你所看嘛是相相共款咯。所以单一理书、以西结书，甲即个启示录，即三个作者诶先知，因拢看到共一个，所以即个人到底入罪，我想对我个人来看，伊可能就是亲像即个耶稣基督，是即个对死国活以后诶即个耶稣基督，人主，你甲伊引传，然后咱继续来看第50。我看见圣殿四周围有围墙，迄个人手提一支3公尺长的罗迪尺，伊娘墙悬3公尺，高3公尺，伊到东门爬上徛，娘门的护顶跨3公尺，遐嘛有守卫室，逐间长3公尺，宽3公尺。房间甲房间中间让2公尺半，走廊有一个门向圣殿，迄个门的护顶跨3公尺。伊娘要去圣殿的门的走廊跨3公尺，伊个娘动去圣殿迄个走廊跨4公尺，壁挑高1公尺。东门的守卫室，这边3间，迄边3间，逐间大小拢相款，两边的壁挑高度嘛相款。伊娘东门的入口宽5公尺，门本身6公尺半。逐间守卫室的头前拢有墙仔，悬50公分，高50公分。房间的长甲宽拢3公尺。13节，两边守卫室的门3对，这边守卫室的外壁，让到迄边守卫室的外壁有12公尺半。伊顺墙梁到探去外墙的外顶的墙，长30公尺。伊阁对大门口这边让到走廊后面的墙，长25公尺。逐间守卫室壁条甲壁条的中间，以及走廊两边拢有窗仔，壁条顶面有刻樟树。这讲了非常的清楚。这个人主带先知以西结来去到伫这个新的圣殿的意象，这个意象咱会当将这的描述甲伊画起来，就会当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形，就是即马伫这个图顶悬所画这个形啊。这个圣殿安尼看起来咧，毋是所罗门所起的迄个，所罗门王所起的圣殿是伫主前966年，也是到主前959年中间所起的，这是头一个第一圣殿。第二个圣殿是对主前535年，一直去到主前516年，起20担，这是受了倒转来由所罗巴伯，犹大，这个支族，这个省长所开始来起的。然后伫到主后，到主前20年到主后63年，大希律王，伊个扩建，就是将所罗巴伯的这个第二个圣殿，扩大来建造，所以这是第二圣殿。但是先知以西结看异象，是伫圣经中间，互咱会当看到的第三圣殿，伊所代表的，是伫这个遥远，还是将来的这个1000个禧年，千禧年，所要来显出的这个天顶的圣殿的这个蓝图，甲这个意象。这三个圣殿，若是会当甲伊用大水，照圣经即马互咱的寸尺甲扭起来。即马咱会当用这个荧幕来看，即马绿色的箍起来，这是一个美国美式足球，一个足球场的面积，美式足球场，迄个当对这头走到迄头，这是非常的大，这个 football，这个美式足球，就是咱讲橄榄球的这个比赛，正式的这个赛场。安尼，这个会幕，摩西的会幕，大约是遮尔大。占的所在，包括外院，规个箍起来，有遮尔大。然后到所罗门王的圣殿呢，差不多要到
2/3一个美式足球场遮尔大。然后搁到这个希律的圣殿因为希律王搁甲伊扩大所以会当讲比一个美式足球场搁较大然后这个希律圣殿的这个寸尺无包括这个外邦人的这个院然后若是到先知以西结伊所量出来这个寸尺有偌大呢差不多这搁较遮尔大等于讲是希律王的圣殿将近要超过3个希律王的圣殿遐尔大所以若是用美式足球场来算大概将近有10个美式足球场遐尔大，但是这个圣殿遐尔大伫圣殿内面上界要紧的是这个寄信所内面的咱会伫这9章的内面咱会一来看到这内面的这结构甲这的摆设这物件，但是这不管寸尺大细的 size 无共款，但是共款的是啥物呢？共款的是因这3个圣殿第一、第二、第三个圣殿内面的这个寄信所寸尺拢是共款的拢是和本宫的20轴宽是10轴寄信所的这个寸尺是拢无改变的大小差别就是伫外口的顶迄有较大的差别所以咱若是用这个3D 还是看咱的这个模型图会当来看倒手边是第一圣殿是所罗门王的圣殿那正边是希律王的圣殿是这个所罗巴伯的圣殿到希律王扩大的时阵所以它有长高主要是生悬起来然后搁起这个寸尺加足大因为爱互搁较侪的人会当来到这个所在敬拜但是即马比这个希律的圣殿搁要大3倍以上的就是这个以西结伊所看见的这个第3个圣殿的这个拿图咱继续来看第17章。迄个人带我去外亭周围有30间房间，涂骹铺石的路对内亭踅到外亭，看道甲门共款。外亭铺的路比内亭较低，伊阁让对内亭的门到外亭外壁的门，长50公尺，北边甲东边相款。所以为了简单互大家明白所以我会架一个图用一个箭头咱知大家咧讲的这个外亭就是指外口这个看起来安尼拢总有30个房间，然后20节迄个人阁让外亭北门的长甲宽，走廊两边阁有3间守卫室，两边的壁条甲以及走廊的寸尺甲东门相款，长25公尺，宽12公尺半。走廊窗仔甲雕刻的樟树，拢甲东门的寸尺共款。走廊的入口8、7站行上到北门。走廊的另外一边通外亭，内亭有一个门甲北门3对，北边甲东边拢相款。伊让这2个门的距离长50公尺，所以这个箭头这是北门正边这是一个东门然后，迄个人24节带我行对南边，去到南门。伊让这个门两边的壁条甲走廊的寸尺，拢甲头前2个门共款。这个门两边甲走廊四周围拢有窗仔，甲头前让的窗仔共款。门的走廊长25公尺，宽12公尺半。走廊的入口8、7站行上到南门。走廊另外一边通外亭，走廊的壁条有刻樟树，这边一站，迄边一站，内亭南门嘛有门。迄个人让这2个门中间的距离长50公尺，所以这是南门。28节，迄个人带我对南门入去内亭，伊让内亭的南门寸尺甲外亭的门相款。
遮个守卫室走廊甲壁条大细，拢甲其他的门共款。这个门甲走廊四周围拢有窗仔，门的走廊长25公尺，宽12公尺半。四面有走廊长25公尺，宽12公尺半。走廊明暗内外庭，壁条有刻樟树八张夹仔，就探到即个门，所以即马是对外庭，然后到内庭，所以外庭东西南北，有东门、北门、南门，内庭东门、北门、南门，拢有门，但是倒位无门，西边，为虾米西边无门？因为西边迄边就是圣殿，点伫的所在，迄边是无门通出入的，这是第三个圣殿的意象。32节，迄个人带我对东门入去内庭，一样内庭的东门寸尺甲外庭的门相款，遮个守卫室走廊甲壁条大细拢甲其他的门共款。这个门甲走廊四周围拢有窗仔，门的走廊长25公尺，宽12公尺半。走廊明暗外庭，门两边的壁条拢有刻樟树，八张夹仔就探到即个门，所以即马是讲着东边即个要紧的门。然后35节，迄个人带我对北门入去内庭，一样内庭的北门，寸尺甲外庭的门相款，一样遮个守卫室走廊甲壁条，门的四周围拢有窗仔，门的走廊长25公尺，宽12公尺半。走廊明暗外庭，走廊两边的壁条拢刻有樟树，八张夹仔就探到即个门，所以咱会当看到外口三个门，内底三个门，即个人主带即个先知以西结对遮个门拢甲看了详细。煞者就是遮个房间38节，伫遮个门的伫遮个伫逐个门的走廊边啊，拢有一间有门的房间。祭司伫遐洗烧化祭的精生，走廊有下桌啊，即边两地，迄边两地。因伫遮个桌仔顶抬烧化祭、赎罪祭、甲陪罪祭的精生。走廊要去北门的门口，向外面迄边有两块桌仔，内面即边嘛有两块，所以大门两边各有4块桌仔，总共有8块。通伫迄顶面抬献祭的精生，烧化祭要用的桌仔有4块，这个桌仔是用石头拍悬50公分，桌面长宽拢是75公分。抬烧化祭甲其他祭祀的精生要用的器具下伫桌顶。走廊四周围的壁有钩仔，长7公分半，献祭的肉拢下伫桌顶。迄个人带我入去内庭，内庭有两间为着唱歌的人设的房间，一间是伫北边的边啊，往南，一间伫南门的边啊，往北。伊甲我讲，往南的房间是要互伫圣殿侍奉的祭司用的，往北的房间是要互伫祭坛侍奉的祭司用的。这个祭司拢是利未制作中撒都的后代。只有因通来上主的面前侍奉，所以咱伫第40章就是即个连续9章的一开始，咱有看到即个异象的即个圣殿的外形，甲伊的即个布置，甲伊的即个蓝图，然后嘛过来看到就是遮有遮个器具，主要就是要献祭的桌仔，遮个桌仔是要来献遮个精生。所以要献精生，这精生毋是家己主动走入来，这精生拢有祭司伫即个所在来处理。所以这个房间就是拢为着要来服侍，要来敬拜，要来献祭所使用、所需要。然后嘛，互咱看到这个祭司是利未人，因拢是有分做伫祭坛边侍奉的祭司，以及家己圣殿侍奉的祭司，拢是利未制作中间撒都因的后代，会当到主的面前来侍奉，也代表因是中心的一群祭司，一直到伫将来第三个圣殿的异象中间，拢是上帝指定因来服侍。47节，迄个人搁让内庭长宽拢是50公尺，伫
这段伫圣殿头前，伊搁带我去圣殿头前的走廊，伊娘走廊的壁条高2公尺半，门的宽7公尺，两边的壁高拢是1公尺半，走廊的长10公尺，宽5公尺半，人着爬行才会当去到走廊。徛我壁条有条啊，这边一支，迄边一支。所以最后入去伫即个对外围到外埕，对外埕到内面内埕，到遮内埕遮门入去到即马伫内埕，到要进入到遮圣殿啊，所以一步一步对外口到内底，拢看了真详细、真清楚，连即个寸尺嘛拢记载落来，所以伊过去是用即个轴来计算，但是咱当现代即摆即个刻度即个寸尺会当互咱较容易来理解啊。今日即张40张互咱看见一个新的圣殿的意象是拄开始，但是呢是伫以西结受掠的25年，伊50岁，看起来是爱退休，但是上帝会看见即个意象，就是伫天顶的服侍，才拄要开始。虽望地就退休的时间到，但是天顶的服侍，这是真正有望有前途的。今日40章的经句，我选第40，伊对我讲。恁主啊，我甲你吩咐的，你着详细看，注意听，搁记伫心内，因为这是我带你来遮的目的。你着将所看见的一切，拢甲以色列人讲。所以以西结伊真注意，即伊敢摕一个笔记，也是会当有摄影机，就拢甲翕落来，伊爱将即个图，将即个结构，拢爱互将来以色列人拢会当来明白了解知影。这就是今日咱所读到的以西结书的第40章。今即章互我的感受，就是看见第一章的圣殿、第一个圣殿、第二个圣殿，拢是互第一章的强国来毁坏。第一个圣殿毁坏伫巴比伦的手中，第二个圣殿毁坏伫罗马人的手中，但是第三个圣殿是天顶的圣殿，是任何不管是地上还是天顶的强权这个国，拢无法度来毁坏的。搁有即个圣殿起造起来，毋是干要一个壳，毋是爱有一个建筑物尔，搁较要紧的是内面爱有遮的一阵服侍的祭司，所以遮的祭司撒都的后代，因忠心伫迄个所在，做一个代表，因亲像因迄个时代王大比王共款，就是安尼忠心，还是亲像军队摩西共款，安尼专心来服侍主，所以圣殿才当成做一个永远专心敬拜上帝的一个所在，一个这个空间。今仔日是10月20号，10月20号，伫即个联合国定做世界骨质疏松日毋是讲即天大家拢爱骨质疏松，是唤起咱爱注意身体保护咱的骨头爱互伊用，毋通互伊松去。然后今日嘛是世界统计日，就是做这统计，拢来感谢这做统计这工课这工作这人员。今日是世界厨师日台湾即天若是特别所有在做食的人爱好好甲因感谢。咱厝内底像是咱的厨师，咱嘛爱好好甲因感谢。今日佫叫做国际树懒日，啥物是树懒？就是亲像即个岛，真古锥，但是这是濒临绝种的动物生物咱就要好好甲因疼惜，因为动作足慢呢，但是因爱需要人甲因保护，也是咱伫今仔日会当来甲因关心的。今日的祈祷要用诗篇127篇第1节讲：厝体若毋是上主建造，建造的人就空空劳苦；城若毋是上主固守，守望的人就白白惊醒。愿上帝帮助咱，互咱看见第三个圣殿。毋是任何的人会当起来，天顶的圣殿毋是任何的人会当去甲伊完工的，但是需要每一个忠心的服侍者，才会祭司，才会利未人唱歌的人，会当伫上主的殿，永远伫迄个所在专心敬拜，专心而乐。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啊，我很感谢你。
我会当缀先知以西结的骹步，来看见天顶迄个真水无比，吼是永永远远的上帝的圣殿，也帮助阮，互阮领受遮个异象，也互阮知影伫地上安怎样来敬拜。互阮每一摆对上帝敬拜、献祭、服侍、奉献，拢是用心灵甲真实来敬拜你、来学罗你。愿主帮助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吟信诗245首，厝若毋是主甲咱起。厝若毋是主甲咱起，起做是打算工。啥若毋是主受召命，就人孤声空空。明早早起我到暗暝，趁食是无彩工。地困的时主将好命，予伊所听的人。行顺做做，彼此情济，若尽用主的钱。你若大细是主宝贝，是咱产业福气。愿上主赐福你、保护你；愿上主的面的光照你、施温互你；愿上主欢喜的面看你、享受你平安。阿门。